到好歌声，最后开始帮您带来一首好听的歌曲《快乐的牧场》。你是个青山，像无青水，温柔的春风送伴你，一片的小牛马路里，随着小姐的心意。迄个可爱小牛，歌声动人耳，摇来摇去。
谢谢大家。快乐的牧场，大家好，大家好，新春快乐。是啊，今仔日呢拢开工啊啦，吼，就包括讲阮咧，嘿，咱咧快乐牧场这吼，这个帅哥啊、美女啊，迄个吼，共款嘛爱徛尾，爱徛位吼，嘛是爱看这羊啊。对吼，啊，大家嘛共款哈，属龙工商哦，拢爱回归安尼正常的上班。对啊，我嘛是共款咧。所以讲观众朋友，我们今天现场的咯，现场啊哈，是啊。咱讲像这个呢，一年之计在于这个春啊。对。春夏秋冬过年了后，就是像这个春天已经到。今仔立春。因为如果来讲者，这个一日之计呢，在于定就是像这个早晨。透早。啊，早上。今日要做好像这个计划的时阵，都要对早起的时阵，都爱拟定这个计划。当然咯。出发安尼。是。开工这一天咧，都敢若亲像今日安尼吼，敢若亲像这个做餐人，伫咧布下这个经济啦。是啊。这个经济就是新的希望。咱大家呢都要用这个心来给灌溉。来给灌溉。啊，水啦。也未来的时阵，伊的收成就是会当这个满的这个成果啊。当然啦，好啦，新的一年吼，今年是这个小龙年嘛吼。对。咱之前有讲过，讲小龙年的话，象征着讲哇，这人今年吼真灵活，所以讲今年啦，要去生一个干仔孙还是孙的吼，还是讲要生一个娃，今年袂歹吼，讲足巧啦。像这个小龙的时阵呢，是这个龙的完整的化身啦。安尼哦。吼，爱会当守护这个土地。是啊。一寡像这算较对咱较无益的，一寡这动物啊，像这鸟鼠啊啦、啥像这。吼，伊本身的是对这个农民，互咱帮忙啊真大啦。嘿，是像这个灵活，也甲像这个智慧，也甲是。守护这个土地，这个土地再生也会卡力啦。对啊，所以老师啊，你讲安尼，咱咧有一寡是咱这长辈啊，然后咧做田的，你用知，迄若去吼伫田的啊，看到迄安尼哈，咱这只小量的时阵，我讲，哎哟，这吼这是土地公咧。土地公。嘿啊，土地公。你来食只鸟鼠啊，一寡像这害这个也。对咱修成有害这个动物，对。所以讲爱亲像做这个呢，小龙共款，灵活，也较智慧。是啊。好，提醒着咱新的一年的时，无论去面对着啥物变化，拢爱亲像这尾小龙共款，爱当定的，这个顺势而行，灵活来个应对。来讲到这，这当互咱呢愈来愈进步。是啊，所以讲希望咱今年真的新的一年哦。大家拢会当啊啦，顺利。是。啊，今仔开工啊嘛吼，拢有开工来。开工大吉利。对，日步步高升哦，祝福大家呀哈。好来，我来看卖今仔日哦，我今仔遮济工，今仔做现场的呢吼，我看卖有遮济观众朋友咧甲咱拍婆啊无？有哦，拢有上工了哈。来，木火大哥，谢谢尤大哥、尤大嫂，感谢蔡大姐，来姚芳正大哥、木火大哥、秀仁姐、董先生好，当哎，来兰妮姐姐，谢谢，感谢梅香姐姐上线咯，明渊大哥。mỹ华姐姐、康苗姐姐、文龙大哥、博渊大哥，咱的台北的江大哥，谢谢苏梅姐，谢谢咱的冠中大哥、文川大哥哈，谢谢义明哥哥、阿明豪哥哥，也有咱这个曾妈妈、志玲哥哥好，丽红姐、秋瑾阿嫂，感谢哈。来，今仔下早的时候嘛，还有足侪咱在时大敲电话讲说，哎哟。收到安尼，我开工头一工的时阵吼，咱过年遐大家咱加油的，过年前加油，都今仔才收到吼，歹势哈，因过年大家拢休困吼。这只鸟啊，足无用，足无用的。假出假入安尼。对。因为交通的时阵算讲像这个较复杂，吼，工时啊嘛，车辆较济，所以讲若耽误这一工、这两工啊，大家应当。有所就这个理解啦，好来，所以讲伫遮有所体会。谢谢大家，安尼哦，甲旧年同款哦，即摆爱甲咱观众朋友来做一下互动者啊吼。今仔安排6首歌曲，互恁来点歌哈。来，头一首歌曲，这首歌袂歹哈。来，站在高岗上。绵绵的青山百里长呀，
话要送起声紧张也话。来，第二首歌曲《花蕊乱春风》。来哦，谢谢文东大哥，感谢姚顺天大哥，依然陈太太。春花满山开，蝴蝶伴花飞相随。来哦，第三首哦，第三首这首真有意义啊哈！人生第一步。做人着爱春后步，天无绝人的生路。来，第四首歌曲《奋斗的歌曲》。奋斗的歌曲，人生路途像海洋，波浪阵阵滚袂停。来，第五首歌曲哦，《男性的本领》。为你提出男儿的本性，一心一意打拼为前程，为你献出男儿的真情。来，第六首歌曲上尾的这首哈，甲你笑命命。藏伫这，一生一世袂变卦，将我对你的真情刻着名，内面有你也有我。来哦，准备哈，咱来点歌哈，观众朋友，互恁休足侪工啊，休规礼拜时间啊哈。来，卡咱头前的专线电话8326-317。哎，中华关区直播外关区加一控诉者。第一首站在高岗上，第二首花蕊乱春风，第三首人生第一步，第四首奋斗大手，第五首男性本领，第六首甲你笑命命。哎，谢谢我们的严明虎严大哥。哦，龙总上线哈，坤信哥哥龙总上线，文东哥哥也上线喽。欢迎头一位观众朋友上线。喂，你好。你好，你好。哇，大哥好。严明福严大哥。新年恭喜啊！恭喜恭喜，大家发财。哦，啊，拢事事拢身体健康，万人拢如意啦。对对对。阖家平安。来，啊，今仔想要听倒一首歌？我来听56。5跟6哟。男性的本领。好，谢谢大哥，嘿，好平安，好顺利。来，尤大哥，喂，尤大哥好。哎。啊，大哥哦。欢迎啦，祝新年快乐。新年快乐。我点花蕊乱春风甲甲你笑命命。安尼哟，好，谢谢你。好，平安，谢谢，顺心啊。来哦，当诶。哦，你两个好，阿明哥了。小龙，男性的本领甲你笑命命。安尼哦，好哦，我下开哈，好，谢谢。当诶好啊，感谢。好，顺利。来哦，坤信哥哥啊。要听倒一首？4到5。哦。大卫歌曲。男性的本领。哦，我下开哈。好，谢谢。发财，谢谢。哎，蔡妈妈。哟，容易哦，两位好。哎，发财。将第6首，谢谢。哦，蔡妈妈好，谢谢您，谢谢。来，文东哥哥。
欢迎哦。哎呦，好洪大哥，新年快乐！哎呀，事事顺利哈。江林老新年快乐师，你好，新年快乐！健康。我点的是第五，好，第四、第好，五，啊，我写起来了，感恩哦，谢谢。好，大平安，吉大利。谢谢。来，姚大哥。两位新年快乐！啊我要听第四首跟第五首，祝你收视长虹，赚大钱！谢谢。谢谢，感谢哈，你们拢事事顺利哦。嘿来，比划姐姐。哎呀，恭喜哦，新年快乐！哦，哎啊，阮来妹比划姐姐。哦，今仔穿安尼吼，嘿，哦，敢古典美人呢？安尼哦。啊，迄个系啊，酷哥，酷帅哥啊！帅，人拢甲你学今你仔看起来精神真好安尼。安尼吼。恭喜！恭喜恭喜！啊，我今仔要点第一首，第一首歌哈。安尼哦，好，新年快乐哦！恭喜哦！好，拜拜，谢谢。来，婚恋姐啊！你好。哦，要听倒一首？啊，要听倒一首？二甲第六。二甲第六。安尼哦，好，我写开。我拄啊，到头啊，也无甲点着。哎呀，但是我拄则无看到呢，跳去吼。来，无要紧，我即摆搁加甲你讲一摆，感谢你的抱声，谢谢。来，日日拢真欢喜。来，陈妈妈，幸福到永久。嗨，陈妈妈，新年快乐！谢谢你们哦，哈，感谢你啦。你甲阮俩奋斗歌手，咱命的本领。好的，拜拜，拜拜，谢谢陈妈妈，感谢。还有宜兰陈太太，嗨，两位帅哥美女好，新年快乐！是的，今日要听倒一首歌？喂，倒一首哈，陈太太。喂，嘿，要听倒一首？第四首、第五首。安尼哦，哦，我写开哦，嘿，好，谢谢陈太太。啊，新春快乐，新春平快乐安哦，谢谢，思思，好，拜拜。事事顺心啦哈，来哟，梅香姐姐啊，光临江临，嗨，林梅香小姐，我要点第甲第五，安尼哦，我写开哦，嘿，好，谢谢。事事顺心哦，满面春风，好，谢谢。春风得意。哎，咱喂你好，喂 ，Hello， 有人进来无？那也无声，来哦。来，下一喂，你好。喂 ，Hello， 哎，新朋友呢？你拢无出声呢？对啊，爱听电话内面的声音。喂，你好，移民哥哥。喂，移民哥哥。有嘞，有嘞。哎，嘿，移民哥哥你好。陈大哥。哎，欢迎。嗨。哎，欢迎江林你好。好。今日要听倒一首歌？我点第五首，我第六首的啦。安尼哦，好哦，好。第五甲第六。好，谢谢移民哥哥哈。哎。好，平安咯嘿，谢谢。平安。顺心哦。欢迎江林你好，有听到哦，大哥啊，你会讲好啊 ？OK， 下开啊，嘿，好，谢谢。来，你好。谢谢。来，新音大哥。你好。嘿，要听倒一首？我点第五甲第六。安尼哦，好，我写开。本领甲你唱的名，好，谢谢新音大哥哈。好，来，老师，你的男性本领财源滚滚。来，蔡大姐你好。喂。哎，蔡大姐哦。新年快乐。新年快乐，刚哦。嘿。来，我选第二首甲第五。安尼哦。好，我写开哈。好，谢谢我们的蔡大姐哦哈。哎，第五首哦，男性本领哦哈。好来。好，谢谢。哎，你好，方生大哥。第五甲第六。第五甲第六哦，安尼哦，好，我写开哈。好，谢谢你哦哈，平安哈，事事顺心哦，哦，谢谢。好，来，谢谢大家了哈。喂，新朋友你好。喂，嘿。大哥你好，我点歌。好来，你要点倒一首？来，几人份呢？啊？老师，你要点倒一首？大哥。哦不，我要点歌。来，大哥，你爱听电话筒，互你的声音哦吼。啊，你要点倒一首？好来，小龙先生。哦好，奋斗歌唱吼，我写开哈。啊，咱住倒位？咱住倒位？来哦，要哪称呼？要哪称呼你？哦，李大哥啦哈，好 ，OK， 谢谢你，谢谢。啊，你好，苏梅姐。喂，两位午安，新年快乐。新年快乐。5跟6。5跟6哟。哎嘿。好，那我下开啊哈，这是阮的苏梅姐哈，好，谢谢你，谢谢。来，最后一个老苏月姐，苏娃姐。
啦这，来哦来哦。8点5跟6。哦好，我写开哈。好，谢谢我咱来说话这哦嘿，今晚。来，今晚要来唱互你听吼，有你主动挂调晓，来哦，安排这首奋斗的歌手，来明福哥哥、邓坤清哥哥、蔡大姐、说我来这、光胜大哥、文东哥哥、姚顺片大哥、陈妈妈、陈太太、梅香姐姐、李明哥哥、新民大哥所点的奋斗歌手，男性的本领啦，歹势，那看了唔对，男性的本领，共同欣赏收听，谢谢。一心一意打拼为前程，为你献出。靠我的双手，靠我的本领，创造美满的家庭。的生命，用力保证我对你的爱情。心爱的你是世间最纯情的女性。心爱的，为着你，为着你，我会勇敢向前进。
男性的本领。哦，赞哦！这首歌曲吼，竟然有14位点，哇，很喜欢这首歌哈。真好啦，代表就是讲呢，新的一个希望呢。对啊。过去一寡像这种种一切，抛诸着这个江洋大海，对。迎接着这个新的一年，发挥着你的这个智慧，也去灵活的这个演变的这个手腕啊，得到咱就这男性要爱的目标也较理想。对啦，谢谢。好来，即摆来安排第2首歌曲哦，是甲咱小命命啊，这首歌曲是咱这情歌对唱吼。来，感谢咱小人大哥、坤庆哥哥，咱的调欣大哥、淑梅姐啊，谢谢你哦，荣忠大哥，咱的婚莲姐啊，杨梅的蔡大哥好，哇，蔡妈妈。到咱严明虎严大哥有拍波啊吼，谢谢咱的林昭庆大哥，谢谢哈，我这过年前吼，甲我加油吼，拢总有加油哈，感谢，感谢您，感谢您的听。来，文东哥哥、剑山大哥、爱月姐哈，谢谢我们的王爸爸、尤大哥、尤大嫂哈，谢谢我咱的党的，党的，啊，谢谢你咱的默默的抱我声，啊嘛感谢讲吼，安尼这几年内底，你像讲我做尤大哥、尤大嫂啊，好吼。包括我拄则念迄，大概有2/3以上，拢是一路走来，逐工拢总甲我做陪伴的哈。除非讲吼，你有出外，啊，佫会出外，佫会甲我请假呢。你看卖啊，咱这观众朋友有够可爱啦吼。哎呀，足听秀工人甲帮你呢，谢谢。啊嘛有吼，今仔日老师，咱今仔日是毋是就第一场嘛？过年了后第一场做现场嘛？透早8点的时阵，咱就有6位观众朋友，包括我咧，咱咧彭大姐，咱尤大哥、尤大嫂吼，啊，佮有咱迄个陈妈妈，伊讲芳玲，今仔上班无？我讲有啊，上班啊，嘿啊，今仔爱上班现场啊，现场吼，甲你加油，安尼。伊讲吼，我就是安尼吼，我就安尼看你足缘的啦，我就是吼你新春的时阵吼，要甲你加油，要甲你做业绩。感谢。谢谢你们啦哈，感谢，我唱歌互你听。感谢你甲阮2个小命命，谢谢。我来真心真情唱出着甲你小命命。将我爱你的真心藏在这，一生一世袂变卦。将我对你的真情刻着名，内面有你也有我。蝴蝶双飞是咱的酒泉。无论红尘天地有偌宽，相找相陪做阵行，画出感情线。窗外雨声满天的形影，也我思念着你的名。爱你的心为你望牵挂。阮的心只有你知影，不甘放你离开阮心肝，永远要来甲你相命命。将我爱你的真心藏在这，一生一世袂变卦。将我对你的真情刻着名，内面有你也有我。蝴蝶双飞是咱的酒泉。无论红尘天地有偌宽，相
来甲你惜命命。窗外雨声满天的形影，夜半思念着你的名，爱你的心为你梦牵挂。阮的心只有你知影，不甘放你离开阮心肝，永远要来甲你惜命命。甲你惜秀命命，好啊，谢谢哈，我呢，这观众朋友，刁云哥哥、康苗姐姐上线咯，谢谢你们啦，爱你们哈，公公阿姨啊，谢谢哈。来，修峰看到佳佳了，佳佳，刘佳佳小姐，谢谢。刘小姐，后来新朋友7706哈，到咱的3682的，谢谢你们新朋友的上线，文东哥哥。好，咱的明宏哥哥嘛上线哈，金喜小姐，谢谢明渊大哥、淑梅姐、赖秀仁大哥、文玲姐、素英姐，谢谢梅香姐姐、爱月姐哦哈，啊，还有咱剑山哥哥啊，剑山哥哥嘛上线哈，谢谢王爸爸、林某某的婆仔声，姚大哥好，好谢谢。咱讲到吼，这个过年时间，咱有真侪时段讲，啊过年呐，迄个温度啊，像讲咱迄个除夕迄暝嘛，上介寒。啊，上寒的时阵吼，咱观众朋友讲，不只讲衫裤爱穿好烧。吼，穿好烧，家己的免疫系统嘛爱提升。平常时你有伫咧做保养无？吼，咱知影讲吼，即摆观众朋友知影讲，哎，感冒毋是干那爱安怎，爱食一寡感冒药啊尔。吼，你爱摄取一寡维他命 C，C 很重要。包括讲咱臭喙角啦，吼，喙焦啦，喙苦，哎，什么臭喙角有无？喙安尼裂开啊。对。以前的人吼，我上会记得，以前人讲啊，迄个拉牙酸掉了啦。迄毋是，毋是。迄欠啥呢？欠硒，吼，维他命 C。臭喙角啦，对，啊，喙的心会破啦，吼，喙齿会烂啦，这款的就这样，对，口腔的问题。对，所以讲吼，观众朋友你若讲会臭喙角，吼，啊，喙啊遮大小可安尼会安尼，哦，你要喙掰开的时阵，敢若吼，喙这个遮就要离开啊，对无吼？你若有迄硒，还是喝一些果汁。有关于硒的吼，啊，纯粉啊较悬一点，因为你已经开始喙臭喙角啊嘛吼。一定爱成分较悬一点嘛。若早通使用吼，比西药搁较好用吼。啊，包括讲你若感冒的时阵，医生嘛有讲哦，要多摄取维他命 C。是，可能靠抗体。要有抗体吼，啊是讲咱观众朋友，你今仔若有看到新闻就知影，哎，干那一个感冒尔吼，要人命啊。是啊。对啊，所以讲即摆感冒吼，就是安怎，伊会困，伊直变化，直变化，愈来愈强，愈来愈强。啊，搁因为讲做。嘿，像大 S 就好啊，伊就本身有一寡慢性病，吼，伊心脏也无好啦，啊，搁会癫痫啦，对啊，所以讲迄若迄种感冒着的时阵，哇，就不得了了，就不得了。并发症。你讲我到过年前，我嘛有感冒啊，观众朋友你知影，但是我呢，吼，我就是阿弥陀佛果吼，吼，还第一天我食草，我咧讲我食草10粒，真正食草10粒，我的感冒就是这样子哈，我多喝水，摄取维他命 C。我咧讲吼，啊，搁有咱迄吼杏果啊，一天甲食草10粒了，我就是慢慢的好了，就好。不但迄个喙吼袂咧打打，搁而且呢，吼，一旦改变着这个体质啊。所以讲吼，今仔日为什么节目一开始的时阵，我看到新闻，我家己嘛惊一跳啊！哎呦，一个感冒尔吼，真的甲命买去啊！年纪轻轻48岁而已，都甲你感冒的时阵，你也看迄个困，你看偌多。所以讲，咱观众朋友啊，平常的，就是安啦，保护你的身体，爱提高咱家己本身的免疫系统。免疫系统。对，啊，尤其是吼一寡吼抗氧化的物件，就是讲吼抗氧化的物件爱加食一寡，吼加食一寡哈。好来，春雄哥哥，感谢美华姐姐哦，你的播声，即马准备要来进行着咱这个药歌咯。今仔安排2首歌曲哈。这2首歌曲，袂歹，老师，你咧开春今仔头一场，你做好人。这2首歌拢5字咧。男性的本定是上集啦。安尼啊。啊，若这首的时阵是下集。下集了，好啦，今仔要送啥？相关的就对。来，送一个吼，我
过年前吼送这罐，送到大家学了甲会答字啦。好用啦。好用哈，来，这罐叫做倒手芳万灵松。啊，咱讲万灵松就是安怎？伊真正万灵的，你无论是靠着弄着啦，会酸来、抽来、疼啦，包括讲蠓虫家伤现抹现栽哦，对，包括你这个吼拿红娘娘，哎对，你对像这个脑底啊，像这个抹抹，这个地方，嘿，有无？哦，啊，这个吼，这个叫做边边的先来长长安尼吼，头壳安尼拱拱，安尼啊，那个回一个，嘛当推，嘿，提神醒脑，吼，当做什么油精啦。哦，什么万金油啦，什么补凤液啦，伫咧甲用，而且不会油腻，啊，无刺激性，是，囡仔嘛会使抹，蠓虫家伤啦，哦，还是讲像这火伤、烫伤啦，准备哦，老师啊，刀伤啦、乌青硬血，拢足好我准备好。会使推哦，好，来哦，准备哦，2首歌哦，今仔送一罐哈，倒手芳。赶紧打电话832637。互相鼓励，互相帮忙，男子汉。有啥物通好计较，有啥物通好怨叹。风飘飘风度，我是男子汉。若要互人看高重，就爱真心对人。做人国民情代，事事行行在轻重，互相爱护，互相称赞，男子汉。前途是无限希望，前途是光明灿烂。这首歌曲叫做啥物名？翁英红。早期呢，也伫这个日本转来。这个歌曲是在黄敏老师写予伊一个非常这个经典的歌曲，中间就是伊像这个阿鲁圣达安尼是听起来时阵真特殊的一块歌啦会使讲是伫做这个台语歌曲，这款的这算绝无仅有的。来继续来甲献唱一个刘家昌写予这个珍妮小姐这块歌。
相思又相恋，丝丝不分离。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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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丝丝不分离。这首歌曲叫做什么名？来，咱观众朋友来个诱看卖咧。依照就是冠礼新以往同款来个造一块轻松的音乐，马上要来公布哦。是，音乐下就给他准备公布答案了。哎，今仔爱较早咧吼，公布答案，因为这两首咱接甲即马就好啊。嘿，来哦，头一首是什么？当当我笑衣裳，我是男子汉。来，第二首歌曲。我是男子汉。第一首是我是男子汉哦，吼。第二首歌曲是我俩在一起。今仔日的歌名拢总伫歌词内底啊啦。好，谢谢。我俩在一起。好，来，今仔日吼所有的歌名拢总伫咱歌词内底，所以讲啊，今天很好猜。我甲先甲收开哈。好，来讲到这，今仔日咱甲咱观众朋友来关心一下身体者。吼，即马老师来安排下一首歌曲。吼，我的奋斗的歌曲哦，吼啊。真侪时段拢知影讲哇，即届咱这天气一个反凉冷的时阵吼，啊，就安那感冒就到，啊，感冒到的时阵，有的人感冒足久的拢总袂好啦。哦，啊，即马病毒的时阵吼，伊愈来愈强，愈来愈强啊，啊，愈来愈复杂啊。对。吼，毋是一般咱的感冒药啊，讲啊，我来互医生看感冒药啊，拢食会好，有当时啊吼拖足久的。啊，伫咱要会感冒的时阵呢，咱爱一定爱啦，先做一个保护。对。就跟咱讲，咱出门的时阵爱戴口罩，共款意思无？口罩还是要继续拿出来哈。像讲咱去公共场所来讲拿出来，啊，若无戴口罩的时阵，来，这段广告你一定爱看哦。嘿，谢谢，来进广告。观众朋友大家好，咱今日再次邀请咱的健康顾问佩蒂到现场。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佩蒂。佩蒂，为什么你上次来甲咱讲那鱼竿子？哦，咱鱼竿子吼，你讲的啊，是迄种叫做隐形口罩。你上网查拢隐形的口罩。对啊，什么叫隐形的口罩？你知哦？自从疫情就是口罩解封了，大家口罩拢不爱挂。没有，破病一堆，病毒感染一堆。对，啊，跟你也知影哦，鱼竿子想到。那么多年以前，一个叫阿育吠陀的药典内底吼，讲是印度的圣果。圣果咧，像你头拄讲的，伊是一个隐形的口罩嘛。是的。佮内底有一个叫做植化素这个物件，也在对抗咱的病毒。哦，所以讲咱观众朋友啊，伊即内底植化素就是讲会当对抗足侪外来一寡病毒。即款病毒是个变种再变种呢。对啊，而且很多都是飞沫传染嘛。像咱两个今日是讲你去密闭空间内底，其实不知不觉，比如说一个梅浆菌。A 流、B 流其实就是从嘴巴鼻去的，为咱的嘴鼻去的嘛。对。那伊叫做隐形的口罩，意思是讲，我那挂一个口罩咧，互你的病毒到这个停起来，动态是一个动起来，而且伊除了叫做有一个叫做植化塑料，伊个会使综合咱身体的酸碱值。好，综合身体的酸碱值是安那？即摆人食肉较济，对，食菜较少，食水果较少，啊，你的身躯伤酸的安那破病。好，所以迄个什么医生啦，吼。医生啦，营养师拢会讲吼，我们要多吃我们的蔬菜水果，平衡我们身体里面的酸碱值要平衡，若无平衡的时阵，较会着歹物啊，较会着歹物啊。对。哦，所以咧，伊叫做印度圣果，不是无原因的啦。哦，以前的人破病就是拢食伊嘛。对。哦，哎，食拜拜豆啦、下药啦，这全部原因拢是因为。伊来帮你解决嘞，是的，所以讲吼，包括伫印度吼，很多僧侣，我听讲啦，很多僧侣，伊身躯心拢随时拢炸掉嘞，对，想想就爱较紧来食两粒，食几粒啊。但是吼，咱讲个佩蒂啊，迄要食两粒啊，真正是我若食3粒的时阵吼，我感觉第2粒我都无法度食咧。这是真的啊，所以即摆用生物科技哦，生物科技的技术，然后过来就是讲吼，咱家萃取出来，个萃取的啦。像你讲的嘛，我食3个无法度，我知伊做好的，我食袂落，生摄像呢我无法度。所以呢，阮今仔用生物科技的技术吼，
100公斤萃取出来10公斤一个浓缩萃取伫内底。是哦，所以讲吼，这是真正无简单的哈。是。啊，你若讲安尼一盒内底都要几粒啊咧？阮一盒内底超320几粒啦。320几颗呢？是全部拢浓缩萃取内底。你唔免讲吼，我要改善，我会惊病毒甲我的身体迄落拍歹啦吼。对。我食300几粒，要3粒你就无法度。所以说这个随时如果带出去的话，哈，这安尼人安尼想到甲含一粒的时阵，隐形口罩，好，都甲你保护掉了。而且做侪囡仔，你看即摆做侪囡仔无爱挂口罩，对啦，你个互恁有孙啦，有囝的啦，手有当时无适用的哈，病毒干你食入去的，你个互伊食，因为伊的味就是甘，吼，涩安尼，吼，你会使煲，嘛会使用吞的，对，处理有时大啦，种袂时大，你嘛互伊食，好，因为你要知哦，这2个年龄阶段的人，拢是较高破病，吼，较高去病毒感染的。后来今天回现场啦，观众朋友啊。我今仔吼，咱即个油甘胜果吼，伫印度的时阵，因都是一粒一粒甲怎甲烘干了后，一寡蒸铝啦吼，伊就是拢滴咧身躯。若安尼小可怪怪感冒的时阵，也是有一寡人不舒服吼，包括走便所也好哈，食歹腹肚也好，伊就是一粒摕来甲啵安尼尔。咱今仔日每一粒咱的油甘胜果呢，是用35粒哦，35粒咱的油甘果吼，一碗公落萃取，萃取剩一粒尔，吼，一粒尔哈。咱这一盒内底30粒，一盒内底30粒。这若去外口买的时阵，观众朋友很多人最近都在找这个油甘果。30碗公，咱无可能，我跟你讲吼，观众朋友啊。这很多了，咱一般若伫咧食的时阵，食1粒2粒安尼尔，吼啊，有人个泡酒，就是用那个发酵式的，但是绝对无像讲方林即马手提安尼这么方便，而且它的浓度这么高哦。对，这是唯一美国联邦食品卫生局吼，改讲这是抗老因子，包括讲吼在提高你的免疫系统。拄则咱的营养师就安尼甲咱讲吼。我咧讲，伊讲吼，这都是隐形口罩、鱼竿子哈。来，今仔要安怎买？这是蓝莓的时阵28杯，今仔日吼，咱咧食苹果的时阵就65杯，很高，很高。咱咧这柳丁的时阵呢，维他命 C 啊，会98杯。我这种文献不是凊彩讲的哦。对，而且我咧讲哦，伊的 SOD 是苹果的168杯，24107。对，是苹果的C啦，你咧讲的是苹果内面的营养这个 C。来哦，观众朋友啊。咱今仔日吼要卖你一个，因为我今天就是看到那个广告啊，我里面吼，我们刚刚小姐说162盒而已，剩下162盒哈。今仔日你甲咱买这组，今天的价格跟上次绝对不一样嘛，无算本的哈，无算本的啊。我今仔真正是要甲咱观众们开春第一天嘛，吼，我做第一天的现场嘛，哈，一盒咱若外口伫咧卖的时阵，都是700块。700块，700块。啊，咱当然你唔好甲我买一盒，我干那吼，我干那要行，我嘛无法度行啦吼。2盒1400块对不？对。来，今天我们特别优惠1200块，1200块哦。吼，观众朋友，如果你即摆若像我迄天过年前安尼感冒，我咧讲吼，你着想着都甲食2粒，想着都甲食2粒，伊真正我咧讲吼，甲你化解掉，真正甲你化解掉哈。你一寡症状，它真的可以跟你解除。你今仔电话卡通，我2盒1400块卖你偌济，1200块哦，2盒哦。2盒。电话卡通来准备哦，准备打电话了。我们只有162盒而已哦。这一组卖完的时候，下次就回顾。若搁卖的时阵，我咧讲介绍绝对我咧讲哦，跳灯2800块啦哈。今仔日买一组2盒1200块对不？1200块。来，我搁送2盒。啊，你等于多4盒呢？4盒哦，3加1哦。4盒1200块，一盒多剩400块。来，观众朋友啊，电话开始，互恁卡0800英文的8个0800815181电话。双层的体质，对，你要改变哦嘿。柔酸的，放柔挂酸的，喂，你好。增加迄个。啊，是啊，偌济？1200啦，阿姐。是啊，1200。对啦，安尼看爱买无啦？你若如果来讲，网糖会甲你带来一款的生成的体质。安尼我当时行吼。对啊，这款的做这啊，菜一摆1年汤这啊。老师到接电话哦，绝对爱买。来，环志姐，买一组吼。好，我下开哦嘿。好，谢谢，好，来，哇，规个拢总满线了哈，来哦，喂
盛龙大哥，盛龙嫂，要几张哦？买现在广告的一组。哦，一组哈，好，我下开1000块哦，嘿，好，来哟，元培大哥，要一组哈？一组嘿对。我下开哈，今仔是上俗啊哈，唔袂个遮俗的啊嘿，好，来黄秀姐姐你好，黄秀姐姐要一组哈，好，我下开哈。怎么做到？3天内，今天寄出3天内底，互你搞啊嘿，好，谢谢谢谢，感谢。来哦，今仔是买2盒再加送2盒哦，买2盒再加送2盒了哈，喂你好。我要一组。米主姐吼，对。啊，米主姐哈，新春恭喜哈，好，谢谢哈，好，谢来哈。我跟你讲，今仔寄出3天内底到哦嘿，你拢讲是3天拢无，阮在寄收遐钱诶。哦，我跟你讲哈，初8、初9哈，是2月的初8、初9哦嘿，谢谢哈，还有淑芝姐，淑芝姐你好，你好。要爱一组哈，我爱一组诶。我下开哦嘿，好，谢谢你，谢谢，好，来，赵庆大哥。我要一组。安尼哦，赵庆大哥哈，新春恭喜啊！谢谢你啊哈，感谢你嘿，谢谢谢谢，好平安哦嘿，17022，好，感谢，谢谢。哎，你好，秋珍姐，秋珍姐要一组哈。对。好，我下开哦嘿，谢谢你哈，谢谢。来，所有电话拢总满线，老婆，我们就真的只剩下162盒而已哦哈，162盒才40几个客人而已呢。好，所以说来哦，慧喜大姐，慧喜姐要一组哈，好，我下开嘿，好，今天寄出3天以内让你到哦哈，谢谢，好，谢谢。来，永福大哥。永福大哥，你要一组哈？好，我下开啊哈，油甘子哦，嘿，谢谢，好，感谢。来，咱的油甘胜果要爱一组哈？喂，你好，喂，新朋友哈，好，阿姐，你要油甘胜果哈？我无主机呢。无要紧，等下再甲你问主机哦，哈，来不及哈，我等下再甲你问来哦。金义大哥。我说。要一组吼，我下开啊哈，好，谢谢你哦，嘿，谢谢，感谢哦，嘿，好。喂，你好，志忠大哥，你好。我要一组，礼拜6。哦，礼拜6到哈，好的，可以的哦，嘿，谢谢。哎，你好，宋阿姐，你好。喂，我们这要一组哈。爱是几粒的啦？30粒的哟吼，买2盒再加送。一家食几粒吧？2粒拢会使哦吼，好不好？来，阿姐，等下再敲电话给你哦，嘿，好。你想要食几粒，就会使食几粒。我咧讲吼，一摆我拢食2粒。一天我之前感冒足严重的时阵，我咧讲我一天食5摆，吃5次，食5摆，我较紧要互伊改变体质。改变体质，吼，它会改变你的酸性体质，互你好啦，免疫系统提高。我咧讲吼，所有观众朋友，恁内底拢知影讲这油甘子吼，那油甘胜果，但是呢，恁拢无法度去食到什么这种萃取的。吼，拢总是一粒包，真的吃不下去了哈。我跟你讲，我这一粒内底就这么一颗，内底都要用35粒落萃取的教堂这一粒，所以讲我这一盒内底是30粒。今仔日2盒1400，卖你1200。今仔日电话卡通哦，电话打通哦，再加码，佮加上2盒。所以讲今天是2盒再加送2盒。你佮无买的时阵，我嘛无机会佮你买啊哈，因为佮刷了买的时阵，绝对不是这个价格。今仔这一档剩下162盒，因为特别甲恁争取的哈，加油打电话，紧来，赶紧打电话啦哈，谢谢。好，来谢谢大家，我咧讲吼，老师准备唱歌，好。我咧讲吼，真济阿姐讲，我说哇，真的呢，即摆感冒来的怎么这么快？而且呢，来的时候，人讲来得快，去得也快吼。即摆感冒唔是哦，来得快，去得很慢。这都安怎爱提高你的免疫系统啊？这个东西真的大家都要吃，包括提灯的时阵有孙啊，因为吼，这经过萃取了，它是老师你准备唱歌，老师好，来。咱吼，直接给咱观众朋友报告吼，它不会难吃，因为经过萃取过吼，伊甲迄个涩啊，有涩有漏掉，但是呢，伊袂像咱一般遐尔涩吼。啊，我的习惯，一盖2粒对无？
啊，我甲补补。豆包倒接，豆包老师无法度搁接，你爱准备吼。好啦，来。即摆若无甲你接开，等下小姐敲电话等去我紧接袂去哈。我即摆来邀出着吼，咱的种种的人客。好来，过来做这输出哈，淑女。老师，你准备哦吼。来，观众朋友，我即摆是邀出着今仔种种的人客，啊，你若是线卡电话即摆无法度甲你接，你包括月霞姐也好，咱的云龙姐也好，淑女姐，这需要等电话赶紧甲恁接哈。哦，小凤，你真正会使去摕买乐透，我感觉今仔新春我头一届来去抽到你。小凤，恭喜你哈！恭喜，来，这个咧轻松的音乐，来，谢谢。来，阿迪家呢？老师可以了哈。哇，我跟你讲哦，观众朋友，我们真的会超过哦。是。因为我拄只，我就讲接偌济，你看我速度足紧的对无？我接15个，跟老师接一台，我好学校接一台，我算过，我们好像40几个客人而已哦。这个是好东西哈。好东西。好，咱外头这些时阵，小等时个咧接哈。我讲吼，我即马咧拄则讲，你爱像我安尼吼，我无用你，如果你要搞吞的嘛可以啦。啊，伊袂歹食，伊安怎会小可安尼甘，伊是足甘的。肉酸上好。我咧讲吼，观众朋友，你都是安尼转甲甘咧，啊，我甲补补，你要改变体质的，真啊。对。赶紧来敲电话，吼！今仔日是卖，我咧讲哦，介绍优惠2盒嘛，对无？对。我搁加码哈，搁加2盒安尼。3加1，12块呢。3加1哦，对。所以讲吼，把握机会哈，落节目以后，拄则我甲你接开新朋友，包括新朋友无要紧，因为阮拄则拢无甲你留主旨对无？等下甲你回拨，谢谢，感谢。阮兜的歌唱。喂，邱小姐。雨浪阵阵滚袂停，命运随时会改。